Hello， 大家好，歡迎各位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 我係 Betty 啊。今日馬年大年初一 ，Betty 恭祝各位粉絲身體健康、龍馬精神、萬事如意、投資得心應手、馬上發財。今集嘅內容呢 ，Betty 主要同大家分享下，如果大家喺澳洲買一手樓嘅物業，究竟收樓嘅標準係啲乜嘢內容呢？因為好多朋友仔都會問 Betty， 我哋買咗一手樓嘅物業，究竟收樓之後去邊度揾裝修公司裝修啊？俾啲合約嘅 sample 大家睇下。嗱，有時佢哋會用圖片嘅方式話俾大家聽，譬如廚房啦、地板啦、地氈啦，會係啲咩顏色同埋用料。有時咧，佢哋會好似右手邊咁樣用文字嘅格式話俾大家聽間屋裏邊唔同嘅部分，譬如廚房、睡房，佢哋會包啲乜嘢嘅。當大家收樓嘅時候咧，全屋嘅門窗同埋燈已經安好晒㗎啦。而冷氣嗰方面咧，會有兩種款式嘅，分體式 split system 或者中央冷氣 ducted air conditioning。通常喺天花板咧，你就會見到個出風口㗎啦。而牆上面咧，亦都有個控制嘅 panel 㗎。有啲單位會有多功能房，我哋英文叫做 multi-purpose room（MPR）。所謂多功能房咧，大家可以用嚟做偏廳啦，用嚟做書房、放鋼琴或者細路仔房間都可以㗎。至於 flooring 咧，客飯廳、廚房通常都會用地磚或者木地板。而頭先所講過嘅多功能房同埋睡房嘅話咧，澳洲嘅文化通常都係鋪 carpet 地氈㗎。另外浴室啦、洗衣房同埋露台嘅話咧，就一定鋪地磚㗎啦。至於各位家庭主婦最關心嘅廚房 kitchen， 佢嘅櫥櫃啦，同埋廚房嘅中島，我哋叫做 island bench， 都會全部裝修好晒㗎啦。另外煮食爐咧有分幾種㗎，我哋叫做 cooktop， 有 gas 啦、煤氣爐。有電爐 electric cooktop， 亦都有電磁爐 induction cooktop 嘅。另外，亦都會有好多電器送俾大家嘅，分別係焗爐啦、抽油煙機、洗碗機。但係雪櫃同埋微波爐咧，通常就唔會包含㗎啦。俾啲相片大家睇下先。呢個係我哋而家賣緊其中一個花園別墅 townhouse 嘅樓盤，大家睇下個廚房幾大個，佢有一個 U-shape 嘅 island bench。大家睇下呢個位置就係煤氣爐頭啦，所有嘅櫥櫃已經裝修好晒㗎啦，亦都有個雙星盤，咁所以洗嘢咧就非常之方便啦。大家睇下呢個窿窿位置，你哋估下係放乜嘢嘅？係啦，大家估中咗啦，就係放雪櫃。俾個 tips 大家，大家買雪櫃嘅時候咧，一定要記住度好個位置喎，千祈唔好買得太大，亦都唔好買得太細，因為美觀嘅問題咯。好多朋友仔咧都會問 Betty， 點解發展商唔送洗衣機、唔送雪櫃俾我哋㗎？因為咧，洗衣機同埋雪櫃咧喺澳洲都有好多款式，咁怕送俾大家，大家未必啱心水。不過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話送埋俾我咧，我就開心啦。有時喺樓盤項目嘅 showroom 咧，佢哋會展示成個 open kitchen 出嚟㗎。大家睇下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賣緊布里斯本 Oxley 區 Songbird 嘅 townhouse 廚房 sample 啦。佢係用電磁爐 induction cooktop 嘅，大家睇下佢啲櫥櫃幾大個，真係好多收納空間啊！呢一張咧係我哋喺另外一份合約揾出嚟嘅，咁佢哋都會用圖片展示
究竟你嘅 kitchen 係會包啲乜嘢？喺澳洲嘅睡房呢，你哋都唔需要買衣櫃噶啦，因為一般入場嘅衣櫃全身有埋鏡嘅，都會設置好。而主人套房 Master Bedroom 通常仲會有埋好大嘅明星衣帽間 Walk-in Wardrobe 噶。浴室洗手盆、櫃啦、毛巾架、水龍頭、花灑頭已經會設置好晒嘅，而部分樓盤嘅設計呢，仲會有埋浴缸添。大家睇下呢張圖，佢個洗手間真係幾靚喎。跟住呢，就係洗衣房 Laundry Room 啦。我好喜歡澳洲 Laundry Room 嘅設計，因為呢，佢哋通常會有一個好大個嘅星盤嘅，咁喺嗰度手洗衫真係幾方便㗎。一般呢 apartments 仲會送埋 dryers 乾衣機俾大家嘅。Betty 呢賣咗樓盤10年啦，10年嚟都好多朋友仔問 Betty 啊，點解咁得意嘅？發展商送 dryer 乾衣機，但係又唔送洗衣機嘅？係有原因㗎，因為 dryer 乾衣機呢，通常啲款式都冇乜㗎啦，撳個掣就去乾衣。咁但係呢，洗衣機，大家諗下，有揭蓋式同埋有大眼仔，好似 Betty 咁呢，我就喜歡用揭蓋式啦。咁所以呢，發展商通常就唔會送洗衣機，因為唔知啱唔啱你心水咯。呢張相片呢，就係洗衣房啦，上面呢個就係乾衣機。隔離呢個呢，就係一個大星盤，可以手洗衫嘅。大家睇下右手邊，哇！呢個洗衣房幾大喎，因為有一排儲物櫃，所以如果家庭有啲吸塵機啊、掃把啊、立雜雜嘅嘢呢，最好就係放喺呢個位置啦。室內呢，除咗冷氣之外呢，有啲單位會有埋吊扇嘅，吊扇就係咁噶啦。佢哋多數安喺客廳同埋睡房，而且有啲會連埋燈嘅。至於 townhouse 花園別墅呢，佢哋好多時都會放置吊扇喺花園有蓋嘅平台㗎。而近年呢，一啲豪華嘅 townhouse，佢哋通常呢都會有埋太陽能板 solar 嘅。大家睇下呢張相。設置喺屋頂上面就有太陽能板啦。至於大家關心嘅 fly screen 蚊網同埋 security screen 防盜網呢，有啲項目會包埋，有啲項目呢，大家需要加錢去 upgrade 嘅。呢張就係防蚊網紗窗 fly screens 嘅 sample 啦。另外呢個係 security screens。通常咧係安裝喺正門同埋出花園嘅趟門嘅。當大家決定買邊個單位嘅時候咧，發展商通常會提供一份 upgrade menu 俾大家去參考嘅。upgrade menu 咧全部都係自由選擇㗎。譬如房間嘅地氈可以加錢轉木地板或者地磚。另外窗簾都有幾種款式嘅，有 roll-on blinds 啦。米白色嘅捲簾，有 sheer skat curtains package， 嗱，佢呢啲就係紗簾啦。另外，亦都有 curtains package 㗎。呢種咧就係嵌入式嘅雪櫃 integrated fridge。不過咧 ，Betty 其實就唔係好建議加錢整呢啲 integrated fridge 啦，因為壞咗嘅話咧要修理都幾麻煩㗎。另外咧，有一啲 upgrade 嘅 option 咧，好多朋友仔都喜歡揀嘅。譬如喺房間或者廳咧，加多幾個電掣啦，或者中意揸電動車嘅朋友仔都會喺個停車場 car park 嗰度咧安一個可以充電嘅 EV charger 嘅。有啲樓盤咧喺簽約嘅時候咧，大家係需要揀顏色嘅。顏色通常有分兩類，一種叫做 dark scheme 深色，一種叫做 light scheme 淺色嘅系列。而顏色嘅分別咧，通常會係廚房嘅櫃啦，同埋中島 island bench。另外浴室嘅櫃，佢哋都會轉顏色㗎。有啲樓盤甚至水龍頭同埋花灑咧，都可能有顏色嘅分別嘅。
如果大家揀深色 Dark Skin 系列嘅話咧，就廚房同埋浴室都揀 Dark Skin 㗎啦，唔可以話兩樣溝埋嘅喎。我哋睇睇呢兩張相片，淺色咧通常嘅感覺就比較光猛，深色嘅感覺咧通常就比較型格。嗱，呢個洗手間咧，佢個花灑頭咧就可以揀唔同嘅顏色啦。講到呢度咧，相信大家已經好清楚喺澳洲買一手樓嘅物業，大概收樓嘅標準有乜嘢內容啦。如果移民讀書嘅朋友仔自住嘅話咧，你就需要自己買家私電器，譬如床啦、飯台啦、電視機，頭先講過嘅洗衣機同埋雪櫃。如果投資者想買嚟放租嘅話咧，你係一啲都唔需要買呢啲嘢㗎，因為澳洲嘅租客咧，佢自然有佢自己一套家私電器搬入去你嘅單位㗎啦。所以咧喺澳洲買一手樓嘅物業咧，無論自住同埋放租都非常之輕鬆，完全唔使煩去邊度揾裝修公司㗎。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 會定期分享俾大家唔同澳洲物業嘅最新資訊，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下次見。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